劉青雲現身第32屆香港電影評論學會大獎頒獎典禮，擔任頒獎嘉賓。呢一屆最佳男演員及最佳女演員獎項由古天樂、廖子妤奪得。青雲喺頒獎俾 Fish 時，更舉起手指公讚揚 Fish 添。近年香港電影圈被指進入寒冬期，青雲亦喺典禮同大家講咗一番鼓勵說話。為咗生活，大家都要揾啲嘢頂住下嘅，但我係覺得唔需要放低自己嘅理想同夢想嘅。正所謂以情若冇變，哪管得滄桑變化呢？係咪？新一輩嘅電影人有冇説話想同佢哋講下呢？演員最重要嘅係你自己，你自己睇到啲咩，你自己嘅經歷，所有嘢係你自己即係形成你自己嘅演出嘅，並唔係你聽到嗰啲咩劉青雲啊，做咗幾多年啊，講嚟講去嗰幾句嘢嗰啲。如果想我哋合作得唔得㗎？梗係得啦，我係好攬撈㗎，其實我冇乜所謂嘅，你睇到埋嚟我就拍咁滯㗎啦。古仔喺青雲手上接過獎項，心情倍加興奮，分享得獎感受外，仲透露二人再合作嘅可能性。我梗係想啦，不過都要睇劇本咯。如果真係開呢個系列，又係阿 Amy 先做監製，又我同阿青雲做開咩？我話開住食好嘢。資深演員尤標2月底因腦出血離世，令唔少人都深感惋惜。古仔都話知道消息時覺得好突然。我文彪話俾我聽。因為嗰日我哋去緊，我哋一齊出席緊香港演藝協會嗰個春茗，佢突然間行埋嚟話：阿彪做同我考唔係話，因為琴日先講緊佢就我哋前一日我同阿彪做嘢嗰陣時候，我前一日已經知佢係入咗醫院㗎啦，咁即係咁快話聽走咗，係一日嘅事嚟。